即係呢個新聞咧，大家都已經好多人講噶啦，即係有成100個YouTuber 講噶啦，都唔緊要，但係呢問唔緊要，就係我覺得咧，佢哋冇講到一樣嘢咧，就歷史問題啊。點解咁多總統都係受人啊，同埋出名嘅人喎，俾人謀殺？美國梗係咧，因為有槍呢個問題大啊。但係點解咧？我而家發現咧，90%都係民主黨啲人咧就謀殺共和黨啲人啊！你睇翻歷史啊，呢個好大問題嚟嘅。民主黨咧真係原本我哋去美國讀書嗰陣時，我60年代去美國讀書，都基本上都係支持民主黨嘅，因為佢大家都覺得呢個民主黨咧就係支持我哋啲即係少數民族啊，或者咩弱勢群眾啊咁樣樣。而家整下呢個黨變咗成好似恐怖分子喎，一日到晚就話阿 Trump 咧就係話佢係獨裁者，話佢呢樣嗰樣。咁變咗有啲人咧，有啲人民咧，好似呢個行刺呢個咧，呢個係好受好教育嘅喎嚇，喺加州嗰個最好嘅理工學院，呢間嘢仲犀利過 MIT 啊，仲犀過麻省嘅理工學院啊！呢間大學喺嗰度畢業就係做老師，而且咧就攞晒獎嘅添。呢個人都俾佢哋民主黨洗腦去行刺阿 Trump。咁呢樣嘢咧，完全違法噶嘛美國有憲法，跟住又有法律，又有刑法，咩都有，違晒法。點解咧？就係民主黨即係灌輸咗佢哋咧，覺得我哋個理想好重要，就算殺咗總統啊，都係犧牲，為自己犧牲殺咗總統都係值得嘅。呢啲咁嘅做法咧唔合法。然後咧，同共產黨一模一樣。你睇共產黨做啲嘢咧，全部都係我哋要搞文化大革命，我哋要搞大躍進，我哋要做呢個做嗰樣。因為咧，我哋有個理想。呢種咁嘅講法咧，實際咧同恐怖分子一啲分別都冇。而家咪伊朗嗰啲又咪一樣。哇！我哋要要佔咗美國大使館，我哋要綁咗嗰啲外交人員攞嚟做人質咁咧我就乜都唔顧啦，因為我哋有理想。嗱，睇呢班伊朗呢班人咩理想？而家變咗係全世界最貪污嘅政權，呢班神棍啊！所以呢啲咁嘅理想啊，我話俾你聽。理想可以講啊，但係你去到呢個行動咧，嚟殺總統啊，嚟殺外交人員啊，就係綁票啊，呢樣嗰樣嘢咧，呢個你本身就係恐怖分子啦，恐怖犯罪分子。所以我越嚟越睇咧，個民主黨越嚟越唔似樣。但係香港好多人支持㗎。香港人民就唔係好多支持嘅個民主黨喎，反而香港嗰班黃絲喎。我都所叫到自己黃絲啦，我冇所謂。但係嗰班黃左啊，絕對係支持民主黨做啲咁嘅嘢嘅而且佢哋日日都講㗎，日日都鬧阿 Trump， 又講唔出理由，全部都係因為阿 Trump 就斬咗佢哋嗰條米路啊！即係佢哋阿 Trump 經過 USAID 咧，好多時咧有啲錢俾佢哋嘅，咁而家啲錢就冇到咯喎，鬧到阿 Trump 隻狗咁樣，跟住咧成班民主黨都係鬧。話佢係獨裁者，話佢希特拉呢樣嗰樣，咁啊造成呢啲咁嘅人咧，就激怒咗呢班人咧，嗰啲行刺嗰啲人咧，就去殺阿 Trump。呢個就係實際上係發生緊個嘢。我話俾你聽，大家就唔好意思鬧民主黨，以為鬧民主黨就唔民主啦，唔係咁講啊！林肯總統當時點解俾人謀殺？就係嗰條友就係南方嗰啲同南方就民主黨啊嘛，北方就共和黨啊嘛。你一路睇翻美國啲 McKinley 嗰啲謀殺咧，係唯一嘅甘乃迪咧就俾 CIA 同埋古巴嗰班友殺嘅或者黑社會殺嘅。但係咧其他嗰啲總統啊，基本上全部都係同民主黨嗰個所謂佢哋嗰種宣傳有關啊。佢哋喺度鬧到最後咧，就有人咧就忍唔住咧就去行刺啦。所以呢啲咁嘅嘢，而家香港呢班友又係㗎。你話而家喺英國喺加拿大有班黃左，以前喺香港我哋覺得幾好啊。點知而家呢班友反槍反到抽筋，
就好彩咧，佢哋中間咧就即係我哋香港人就唔興有槍嘅。如果有槍，就分分鐘咧佢哋咧慫咗人哋去做啲咁嘅嘢。依家呢個係咁。上次咧舊年個 Charlie Kirk 啊，你記得啦？個 Charlie Kirk 嗰個 Turning Point 嗰個主持，咪又係咁俾嗰班左仔殺咗。呢班左仔我話俾你聽啊，呢班左仔咪同共產黨一啲分別都冇。我哋有理想，我哋有理想，殺咗人都係值得嘅。犧牲佢哋係值得嘅，呢同共產黨一模一樣嘅。我哋香港咪又今時今日共產黨點樣講我哋香港？係啊，香港呢班人咧就係搞秩序搞得唔好呢樣嗰樣，所以我哋要搞國安法，係犧牲咗自由法治係值得嘅。呢啲咁嘅言行咧，我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我原本係我哋就即係我哋同個建制派唔啱啊，但係最大鑊係呢啲咁嘅言行。即係為咗某種理想啊，就要做啲非法嘢啦。咁呢個法律我哋做咩啊？按法律嚟做咩？法律就係大家要遵守，唔理乜嘢理想，你都要遵守呢啲法律嘅。佢呢啲嘢咧可以話咧，我呢啲係超乎嘅，所以我要，因為我呢個理想，共產黨由頭到尾100年來啊，所有啲運動啊、鬥爭啊呢樣嗰樣。咪就係靠呢個口號，為咗理想，我就要殺李克強啦，又要殺張友俠啦，又要殺呢啲點解死㗎？實際上係講理想，講個理由就係理想。明明喺度做緊啲嘢，我哋文化大革命喺中國死咗幾多人啊？整下啲人就唔記得咗咯。嗱，美國一模一樣，你睇翻美國所有嘅行詞啊，林肯最出名啦，McKinley 啊呢樣，全部係嗰啲理想主義啊。理想主義同如果佢破壞法律，就係恐怖主義啦，就係咁解。嗱，你睇睇中東啊，嗰班哈馬斯，前幾年10月份殺咗咁多猶太人、美國人，人哋喺度慶祝緊啫喎，冇嘢㗎嚇。咪呢啲咪又係理想啦？佢覺得哈馬斯又有班左仔支持佢哋喎，為佢哋遊行喎，喺美國又好，周圍又即係到今時今日仲有好多正常嘅人支持哈馬斯喎，所以我呢個問題我真係要講出嚟。有啲人就迴避咗唔講，又講出嚟。而家民主黨越嚟越變咗恐怖犯罪主義。其實袁生，你覺得呢個唔同嘅政治理念咧，但係好似有啲就比較中意教唆啲暴力啦。呢個係咪喺美國已經長久以嚟都係咁樣？即係你乜嘢理想主義還理想主義，法律還法律啊嘛。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嘛，咪使乜搞法律啫？你而家呢條友做嘅嘢係犯法，唔使講啦，係嘛？咁你呢個嘢Charlie Kirk 個 Turning Point 咪又係犯法咯？呢啲謀殺唔係犯法係咩？Trump 今次俾人謀殺咗幾次喎？做總統做呢1屆半總統啊，差唔多5次啊，要謀殺佢啊！咁你話你講咩理想啫？你根本就犯法。咁袁生而家好似今次嗰個槍手咧，都係來自加州噶，係咪？加州嘅情況比較嚴重。加州、紐約、芝加哥呢個3個地方就阻到飛起嘅，阻到離晒大譜，搞到經濟一塌糊塗。呢3個州啊，中間嗰個芝加哥個叫伊利諾州。紐約嗰個東邊嗰個叫紐約州，西邊嗰個叫加州，加州就楞埋上邊，俄勒根州同埋個華盛頓州，全部都係阻到離晒大譜，搞出嚟咧同共產黨一模一樣，經濟破產。你知唔知而家中國嘅經濟已經破咗產啦？過去個改革開放搞咗，即係已經賺咗好多錢噶啦，全部俾阿習近平一個行咗，全部敗晒啊！呢個就係事實。而家連咧自己敗就唔止喎，就累死埋我哋香港添。香港啊，過去啊，自從搞國安法到而家，起碼香港嘅財產啊唔見咗一半，起碼個人又好，公司又好，政府又好，唔見咗財產財富啊，唔見咗成半啊！大家睇下個樓價就知啦，大家自己嗰棟樓睇下個價錢就知啦。我冇誇張啊，一啲都冇誇張啊！呢啲就係行左啊嘛，行親左就係呢個結果。香港咪一樣咯，共產黨咪一樣咯。乜嘢都係我有理想，所以我可以犯法，就係咁樣。理想還理想，你咪諗到夠咯。但你唔可以做犯法嘅事。如果唔係點解奉公守法？點解要奉公守法啫？
嗯，但佢呢個犯法係佢哋自己犯法，叫百唔姓係冇。係你犯法，你侵害人哋生命啊嘛，傷害人哋生命，咩叫自己啫？你傷害人哋生命，總統係人哋選出嚟嘅喎，唔係阿 Trump 唔係阿 Trump 自己嘅生命，阿 Trump 係人民選出嚟，7000幾萬人民選出嚟嘅喎，你憑乜嘢殺佢啊？嗯嗯，而家係咪美國嘅法律喺呢一方面有啲漏洞咧？冇漏洞，冇漏洞。個問題就係呢條友實際呢啲咁嘅嘢咧，應該就死刑嘅。佢應該咧嗱，你話如果話漏洞，應該國會咧應該通過呢啲咁嘅法律咧，應該死刑嘅。好多嘢美國又係吸毒咧，個刑罰唔夠啊，運毒啊，唔係淨係唔係吸毒啊，販毒啊，即係販賣毒品啊，刑罰完全唔夠。咁呢啲就係姑息主義啦。就係好多時係左派，同情佢啊，呢個人又同情佢，呢個同情嗰樣，你破壞咗法律啊嘛。你點可以同情啊？呢個嗱，你講得啱啊！呢個法律問題有出咗問題咧，就係個懲罰唔夠啊！你睇下加州有乜理由啫？你係搶嘢喎，行入個鋪頭搶嘢喎，1000蚊樓下喎，基本上可以唔入告喎，又唔拉人嘅喎，有啲咁嘅事嘅。呢啲咁你話呢啲係邊個問題？呢個就係民主黨嘅問題。而家係咪另一方面咧，就係啲老百姓咧太容易得到啲咩槍械啊咁樣，其實唔係自己。阿 Shirley， 你真係要學習下，得到槍械，點解美國槍械合法？係保護自己嘅人權、人自己嘅權力啊！點解我哋香港俾共產黨害得咁慘啊？得頭，我同你都走咗出嚟，點解啊？我哋冇槍啊嘛，有槍共產黨夠膽搞國安法，夠膽咁樣亂咁拉人，就係因為我哋冇槍保護我哋自己同埋保護我哋嘅自由啊！如果我有槍，我老早一槍就爆咗佢啦。而家破壞香港嗰個唔係我哋啊，唔係黃絲啊，係共產黨用國安法嚟破壞咗香港。呢個立場大家要搞清楚。咁而家阿袁生你前一排都有去美國啦，咁其實而家美國嘅情況係點樣？你今次有咩收穫咧？美國情況，阿 Trump 經濟搞得非常之好。呢次咧就打伊朗嗰度咧就係啱嘅，因為伊朗想做原子彈，你再俾多幾個月佢嘅原子彈就做出嚟㗎啦。所以咧美國阿 Trump 為咗制止佢，一搞到原子彈咧，所有中東國家受佢威脅，全世界都受佢威脅。佢口頭講明嘅，搞原子彈唔係錯啊，但係佢講明話要以色列喺地圖嗰度失蹤，跟住咧原子彈要打到去，核子彈要打到去美國。你咁樣講，你仲俾你搞？你諗都唔使諗啊，咪炸晒你啦！而家封咗佢，成個國家，成個波斯灣封咗，唔俾佢啲油出，又唔俾啲武器入。搞到差唔多整佢1-2個月之後咧，佢就知道啦。咁而家啲情況好似兩個都係僵持不下啊！唔係啊，唔係僵持不下，係美國封鎖咗成個波斯灣，等伊朗啲油出唔到，等佢大陸嗰啲貨入唔到去，封鎖佢嗰啲油開始啦，而家開始就缺糧食啦。伊朗開始缺糧食啦，開始咧要電啊，用電咧都要大家要乜嘢啦？而家真係餓佢，等於以前圍城圍到你投降為止啊！而家係做緊呢樣嘢，唔係兩邊啊！你伊朗對美國冇乜影響嘅，就係美國而家喺度撳住伊朗，要佢服從，要佢交晒啲濃縮嘅油出嚟要佢應承以後唔搞核武器，唔搞導彈，而且咧。佢呢次啲油咧，今次嘅油啊，成個波斯灣啲油唔俾出咧，影響到中共啊！中共有幾度入油嘅？委內瑞拉冇錯啦，波斯灣包括伊朗、包括沙地阿拉伯、包括伊拉克嗰度全部油係運俾中國嘅，而家全部斷晒。中國開始內部嗰啲油價同埋缺油啊！中國靠油口，佢就話自己70% 入口，唔係啊！中國係90% 入口啊！中國靠自己10%，老早中國裏邊啲油已經揸乾晒嘅啦，90%，再整多1個月中國個儲備個個都話有成年啦，千祈唔好相信，我最清楚，我做呢行嘅，中國嘅儲油3個月，而家已經去咗個幾月噶啦
已經個幾月過咗啦。咁啊，再過多個幾月咧，中國就清零噶啦。嗰個儲備啊，石油嘅儲備係清零嘅。咁佢個俄羅斯供應俾佢咧10%都唔夠。呢個就係而家情況啦。而家唯一條路通咧就俄羅斯。咁俄羅斯嗰啲海上咧，即係用船嚟運嗰啲油咧，佢賣俾第二個。而家阿 Trump 打開放咗佢，價錢高賣俾第二個，真係唔使賣俾中國。但係唯一咧就係因為咧唯一咧有兩條管道喺西伯利亞管道就通落去黑龍江嗰邊嘅，嗰度加埋埋都唔夠10%。但係其他90%基本上就冇晒。美國唔俾佢用，唔俾佢去啊！美國老實講，你而家咧就係一矢雙雕，又實際就制服咗伊拉克，唔係伊朗，跟住就同時制服埋大陸，用石油嚟禁制佢。咁袁生，你上次有講咗咧，5月尾咧可能係Trump 嘅最後嘅底線啊，係咪都係會咁樣嘅發展？嗱，佢而家阿 Trump 咧，大家睇翻咧，而家華爾街嗰啲指數咧，即係道瓊斯啊，跟住 S&P 睇呢兩個夠噶啦，或者睇埋 Nasdaq 啦，冇問題，完全回復翻正常。所以啲經濟呢個指數即係代表國際嘅經濟，唔係淨係美國經濟啊。呢幾個指數咧就回復正常，所以變咗國際經濟咧影響就唔大，影響係好少。唯一一個問題咧就係美國本身因為油價貴咗。嗰啲油價，美國實際就唔係買中東油嘅，自己夠晒油。但係咧，因為油價係國際價錢嘅，中東嘅油價一起到100蚊咧，美國又逼住起到100蚊，咁變咗咧，我哋平時人咧揸車入油嗰度咧，就覺得好貴，同埋嗰啲大貨車又係美國咧，基本上咧個運輸啊，嗰啲貨物咧全部用貨車嚟運嘅，火車咧就運好少嘢嘅。美國啲火車好唔發達嘅，鐵路唔發達嘅。咁但係啲油價貴咗咧，就變咗成本高咗。但係嗰啲油咧，美國人用翻美國油喎，唔係用緊中東油啊。實際就係美國嗰啲變咗嗰啲用油嗰啲人咧，啲錢咧就賣俾嗰啲供油嗰啲人。供油嗰啲就賺到盤滿，用油嗰啲人咧就個個都負擔就重咗，而且咧影響通貨膨脹。而家阿 Trump 咧需要調整喺乜嘢咧？調整喺嗰個用呢個戰爭嘅法律咧嚟幫助翻嗰啲用油嘅人或者咧抽嗰啲賣油嗰啲人暴利啊！呢排賺到啦，原本係60蚊，而家100蚊一桶油賺到暈晒。喺美國嗰啲啊，因為佢唔使入口嘅。咁嗰啲想辦法呢邊啲人咧賺嗰啲係補貼翻嗰啲用油嘅人，即係供油嘅人咧補貼翻。咁咧就呢單嘢咧可以捱多2個月，我捱多2-3個月，再捱多2-3個月咧，伊朗頂唔順，中共都頂唔順。大家好多香港觀眾聽我哋，香港大家知道，你哋大家去油站睇睇啊！我琴晚同香港人食晚飯啦。香港而家汽車加油30幾蚊1公升啊！呢排都更加咧，大陸都同30幾蚊啊！我哋離開香港嗰陣時幾時啊？好幾錢啊？平好多啊，差唔多起咗成倍啊！10幾蚊而家30幾蚊啊！大佬起咗成倍啊！係咯。咁呢啲就係中東造成，咁香港係中國一部分喎，香港唔係美國喎。咁如果香港起，點解中國咪一樣起咯？咁呢啲你話啦，受害者係邊個？即係話邊個係吃虧啊？吃虧而家吃虧係邊個咧？今時今日吃虧係邊個咧？伊朗同埋中國沙地阿拉伯冇事喎，佢有條油管咧，佢有條大油管啊，一通去紅海嗰邊嘅，一日700萬噸，佢乜事都冇。咁嗰個阿聯酋咧，又係有條油管咧，就由嗰個波斯灣嘅內河，波斯灣內海通去出邊喎，通去出邊就唔需要經過霍爾莫斯海峽喎，咁又唔掂。咁其他幾個國家咧，嗱，伊拉克大鑊，伊拉克啲油全部供俾100%供俾中國嘅，大鑊全部出唔到去。伊拉克咁仲有一個比較大問題咧，就係卡塔爾啲天然氣咧，又係經過呢度出嘅。而家變咗咧，啲人咧去美國買，美國大把供應，即係天然氣啊，液化天然氣啊。咁美國大把供應，澳洲都有得供應。跟住咧就印尼都有得供應，印尼馬來西亞都有液化天然氣。但係咧最大嗰個實際係卡塔爾，今次咧就卡塔爾嗰度窒咗。
咁就而家咧，美國需要解決呢個問題，但係伊朗咧餓多佢3個月啊！我話俾你聽，共產黨都唔使啦，唔使打啦，玩完啦！你冇能源，你又都冇得惡啊，政權就出事啦！唔好睇小啊，能源直接影響到政權。